喺快速發展嘅數字化年代，合作同創新將 AI 行業應用方案落地，成為推動行業前行嘅關鍵。萊雅科技同全球多地嘅優秀夥伴攜手合作，共同迎頭挑戰，協助客戶實現可持續增長。萊雅科技喺2015年成立，喺2024年已經連續4年入選 Gartner Magic Quadrant， 喺 RPA 領域成為唯一一間中國廠商。今年我哋將重點放喺 AI Agent 智能助手發展，加強行業應用 AI 方案。作為全球領先嘅 AI Agent 廠商，我哋同 ACW 建立咗深厚嘅合作夥伴關係，雙方共同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定制化嘅解決方案。我哋 ACW Distribution 有近40年 IT 相關服務嘅經驗，對本地市場有深入嘅了解。結合萊雅科技嘅優勢咧，令到我哋可以更加滿足客戶個性化嘅需求。咁樣嘅合作咧，先係行業發展嘅未來。譬如喺法律嘅行業啦，好多客戶每日都要需要處理海量嘅文件審批，亦都要符合唔同 compliance 嘅要求。如果一般用傳統嘅人手去處理咧，唔單止時間會長，亦都好容易會有人為出錯。所以我哋通過引入萊雅科技嘅 RPA 加 IDP 嘅技術，亦都幫助好多唔同大型律師行實現業務流程嘅自動化。RPA 能夠自動分類文檔同提取數據，進入系統進行進一步嘅審核同分析，而 IDP 就幫助律師行自動化由合同審查到案件文檔嘅提取，將原本繁重嘅 manual work 轉化為高效嘅 digital worker 處理。喺物流行業，訂單處理同貨物追蹤嘅效率直接影響業務營運嘅質量同客戶滿意度。某大型物流公司通過整合 RPA 同 IDP 嘅技術，成功簡化咗訂單嘅 order entry、空運提單數據處理、報關自動化同 auto billing 等等多項嘅流程。IDP Intelligent 嘅技術係有文件理解嘅能力，令到物流嘅行業客戶啦，能夠自動識別、提取同埋處理來自多個渠道嘅訂單信息，同時配合埋 RPA 嘅技術咧，實現咗訂單自動化嘅處理，大大提升咗業務嘅效率啦，減少咗人手嘅處理。透過 ACW 同埋萊雅嘅無縫合作咧，已經幫助我哋好多客戶實現自動化轉型同埋業務增長。